嘛甲咱教的方法，因为伊知影咱即期袂用的修道是应允伫家庭内底修道，所以即四句的就是咱定定听到嘛吼。好，第一句咧，温柔好养父母。那当然，咱小小常听到一句话嘛吼，父母亲伊就是将咱为细汉，甲咱顾大汉的嘛。那相对咧，咱已经大汉啦，咱就是爱来陪咱的父母，慢慢啊变老，然后咧好好去啊照顾。那伫佛经内底咧，嘛有一句诶叙述啦吼。释迦牟尼佛咧，伫《卫生间经》内底就有讲哦，先上大就是友好，吼，伊来讲明哦。那伫咧《佛说菩萨担子经》内底嘛会讲哦，释迦牟尼佛也当成就佛这个果位，而且要当救度国人，其实完全就是因为友好。那由此可见，孝顺父母。孝顺着咱的长辈，这拢是咱培养时就是上简本的吼，一定爱你来做的吼。好，那第二点咧，义，那所谓义咧，包括着咱尽爱义务，尽咱的职责，但是是不求回报的哦吼。所以讲，以早咧伫一个国家郑国，哦，古早的一个郑国，那郑国这个国家是小国家，那郑国咧有一个生意人叫做玄高，这个玄高的工课吼，类似咱这个跑单帮，伊从伊国家内底有一寡财物摕去外国卖，啊，搁为外国买一寡货物，转来家己的国家卖。啊，有一届咧，伊个货物全部拢翻好上车顶啊，开始甲着伊个所有的部属啊，要开始讲。代表这个国家要开始去进行他的生意嘛。结果行到半路的时阵，他看到秦国的一个大将军，带着一大堆的人马，要过来攻打着郑国。那当下玄关呢，这玄高啊非常避讳，伊马上就甲伊的部属甲伊较紧要甲郑国的国王讲，因为咱已经带兵来攻打嘛，你必须较紧应战，爱准备啦。然后，伊较将伊内底货品内底有13只的牛，吼，玄高就甲这13只的牛开去大将军的身躯边，伊甲他讲：大将军，阮郑国的国王吼，知影你今仔日大驾光临，所以咧，伊甲我牵这个礼品来送互你做纪念礼。那结果大将军有看咧较紧对咧。各位浅显，你派兵要向攻打的，人伊个国毋知影哦，而且搁连礼品拢送到位啊。那后来郑国的国王伊知影讲玄高直接改国家的危机，是这样解决起来，所以就派这个人去探听玄高看到底是个要请伊转来国家做大官，享受一下种。但玄高伊无啊。伊感觉伊做一个郑国的人，主要就是爱尽家己的责任义务，那绝对毋是要求回报。那即个遮就甲咱讲着，修行当中啊，一定爱尽咱的义，尽咱的职责，尽咱的义务。不管咱是家庭，身为人的父母，还是子女，那不管咱伫道场是人的前辈，还是后学，共款吼爱学习。这个义，那不管咱伫单位、咱的职场是上司还是部属，共款尽咱的责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好，那再来第三句叫做容。